第5課問路。課文：請問北角地鐵站點去啊？向前行。離呢度遠唔遠啊？唔係幾遠，行個0字就到啦。咁北角碼頭呢？你去地鐵站定係去碼頭㗎？問下啫。你順住呢條馬路一直行，行到第3個街口，右手邊就係地鐵站，左手邊行出啲就係碼頭啦。重點詞彙：點樣、響、行、零、定係、順住、街口、右手邊、左手邊、行出啲。補充語彙：詞語：北角碼頭、巴士總站、郵政局、書局街、渣華道、北角地鐵站、便利店、戲院。句子：今日啲巴士離晒譜，等咗半粒鐘都冇架嚟。你急佢唔急啊嘛？唔嚟就唔嚟，一嚟就打孖嚟。哈！真係冇佢符。語音講解韻母 A N E U閹煙應柯哀歐安安于冤。字例 A 姐姐車爺 A 氣死避忌 N 聽話青靚白淨 E 司儀芝士邀嬌小照料奄尖沾染煙見面天然應承清蒸屙囉嗦婆婆愛開台內在粗魯好做安乾旱流汗安當堂幫忙於侏儒乳豬冤完全轉圈。對比 A N 爹釘姐井謝正爺贏柯安安哥乾剛河寒寒賀看
行、燕、厭、典、點、天、添、漸、漸、言、嚴、罌、應、餅、丙、聲、聲。短文朗讀。李先生唔識路去北角郵政局，佢問張小姐點去。張小姐叫佢順住渣華道一直行，行個零字就到街口，見到北角地鐵站就轉左手邊入書局街，行出啲就睇到郵政局㗎喇。嗰度有巴士總站，有北角碼頭，人好多，問邊個都會話你知嘅。